涙の色はエメラルドブルー宝石みたいに光ってる流れ星を見上げていたあの夜も大家好，歡迎繼續收睇《東京近郊之旅 Day 6》。今日嘅主要行程係輕井澤。喺開始之前呢，同大家理身翻先。由東京自駕去輕井澤呢係辛苦嘅，需時呢大概係3個鐘。如果唔自駕呢，其實可以選擇由東京搭新幹線去，只需要1個鐘嘅啫。咁視乎大家嘅行程同埋司機人數啦。咁請各位觀眾呢慎重考慮選擇，可以東京輕井澤來回玩完呢，再開始其他近郊嘅行程。3 hours later， 第一站揀咗喺榆樹街小鎮食嘢同行街，泊車呢可以定位呢個星野集團第2停車場，呢邊呢亦都係會同稍後嘅景點比較接近嘅。Lunch 揀咗輕井澤超人氣餐廳川上庵。出名蕎麥麵同埋天婦羅，本店咧喺市區嗰邊，想食呢間嘢咧都預咗要排隊。不過呢間分店咧都算多位嘅，所以咧條龍好快消化到，呢條隊咧20分鐘到就入得。我哋叫咗一份雜錦天婦羅配冷蕎麥麵，同埋一份季節限定蕎麥麵 set。諗住叫2樣唔同嘅嘢嚟試下，但係季節限定 set 咧完全係被比下去啊！建議大家叫返雜錦天婦羅就好啦。季節限定 set 嘅配菜呢，我直情係覺得可以用頹嚟形容。我諗你哋睇到呢都唔會覺得吸引，係碗湯蕎麥麵熱辣辣，相對上係吸引啲。相反，天婦羅大蝦呢相當驚豔，唔單止超大隻，仲爽口鮮甜。其他蔬菜呢都炸得啱啱好，非常酥脆。所以咧，大家嚟到咧唔該專叫翻天婦羅，同埋食完仲有免費泊車，記得帶埋張駐車飛跟身。榆樹街小鎮咧有啲特色鋪頭行下，同大家咧就介紹呢間整戒指嘅鋪頭，入面有 workshop 可以即整戒指，當然亦都可以直接買一啲首飾，又或者揀啲戒指咧嚟刻字，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紀念品。下一站咧就去石之教堂，停車場可以踢返呢度，就咁喺榆樹街小鎮對面，3分鐘就到。一睇關於輕井澤嘅景點咧，都會見到石之教堂，外形咧十分特別。教堂由石、木、植物3個元素建構，行入去咧係有種好舒服、好平靜嘅感覺，好和諧咁樣融入咗大自然。不過教堂位置咧係不准拍攝㗎。仲有個小小嘅展覽室俾大家了解翻教堂嘅背景。咁成個地方咧唔大嘅，好快就行完嘅啦。再下一站係白絲瀑布，20分鐘嘅車程。呢段路程咧係我哋唯一遇到雪嘅地方。提醒大家咧要睇天氣嚟加雪派，安全至上。如果唔係咧嚟到都冇得去。嚟到呢個位置咧係明顯凍咗好多。附近有手信鋪頭。又有嘢食買下，行上白絲瀑布嘅步行距離呢只有150米，係一段斜斜地嘅平路。不過呢，因為又凍又濕，地面又有雪又結冰，非常之濕滑，所以大家行嘅時候呢都要小心跣親。上到嚟呢又冇話好震撼，只係橫向面積好大嘅一個瀑布。咁佢闊70米，就算喺冬天呢都唔會結冰。因為受到火山活動而保持到水溫，咁我自己覺得呢個景點未算好特別，但係咧可以感受到輕井澤郊區嘅感覺。如果冇其他景點想去嘅話咧，先嚟呢一度。今日到達輕井澤咧都已經1、2點，去完2個景點之後咧，好快就已經5點入黑。本身想去埋輕井澤市區位置行下街，但係好多鋪頭咧都收好早，所以大家咧要景點同行街2選1。行下街咧，經過呢一間餐廳，出邊見到咧已經覺得超有 feel， 俾佢中間嘅火爐吸引到，所以咧就決定入去試試佢。呢度一邊係酒吧，一邊係餐廳，木系嘅裝修加上和暖嘅燈光，地方好大，唔會咧坐得好逼仄，成個感覺咧似係高級嘅西餐廳。
驚喜嘅係咧，價錢亦都唔算高，同埋呢度咧係食烏冬嘅。一碗烏冬咧1嚿水港紙到，仲有得俾你免費加底。2碗夜加前菜嘢飲咧，大概6000 yen。呢杯係 PM Mojito， 味道咧超似四周可樂糖，唔可以話難飲，但係偏甜咯。睇下大家中唔中意。前菜係三文魚同吞拿魚嘅塔塔，配咗香葱加檸檬，好 fresh 好好味。主打嘅烏冬咧超級大兜，燒雞蘑菇呢碗呢係1.5份烏冬嘅量。而咖喱天婦羅蝦配吉列豬扒呢碗呢係2份烏冬嘅量。2碗嘅醬汁咧都非常之濃郁，完全咧係掛晒喺每一條烏冬度。好食咧係好食嘅，但係咧好快會流，所以建議大家咧叫1份就好啦。非常推薦大家嚟呢一間餐廳，食物 OK， 而環境咧係佔更高嘅分數，非常愉快嘅用餐體驗。食完飯咧就完全天黑，咩都冇得行噶啦。我哋今晚住嘅咧係呢一間渴望之家酒店，價錢咧係相對其他同區酒店咧平好多，而且咧位置都算方便。嗰時訂房咧大約係800幾蚊，而平均其他酒店咧都係1000幾蚊以上。酒店有得免費泊車，一見到個外觀咧覺得好靚好西式，但係望落咗咧感覺好似有少少陰森，可能咧係我角度嘅問題。不過咧一入到前台咧成件事 warm 晒，又有毛公仔，又有聖誕樹，仲有個燒木嘅真火爐。就算唔係自駕咧，都有接駁巴士，不過咧班次真係好少。同埋呢度咁平咧，都仲有溫泉浸，總共咧有5個露天風呂俾大家預約使用。咁記得咧要喺前台嘅 iPad 咧預約翻個時間去。跟住又嚟到 room tour 嘅時間。一入嚟就係廁所啦，跟住後浴室。睡房啦，個感覺係比較有少少似榻榻米嗰種感覺，攤晒喺度，呢度可以舒服咁樣坐下低啦。然後呢一度係有得出去㗎，但係出去唔知做乜鬼，應該都係吸煙區、呼吸空間。最後俾埋大家睇下露天風呂嘅樣。咁今日就係咁多，記得留意最後一集。Thank you。